吳秋北議員。主席，本人代表工聯會發言支持政府今次提出嚟嘅議案。宏福苑火災係香港嘅特大事故，我哋沉痛咁樣去哀悼遇難嘅消防員、工友同埋市民，亦都誠摯咁樣希望每一位受影響嘅住戶能夠回復正常嘅生活，而每一顆受傷嘅心靈都能夠得到平復。災情發生以嚟，政府積極跟進各項嘅工作，即時調查、展開執法，成立獨立委員會，為災民提供居住、經濟、生活、身心靈等全方位嘅援助。短時間內推出11項嘅措施善後，同時政府亦都能夠凝聚統籌全社會嘅力量，全城關愛，共度時艱。火災發生嘅時候，工聯會團隊就喺前線協助災民。當晚我哋工聯會呢個救災慈善基金亦都即時緊急捐助30萬，為受災嘅住戶發放應急錢，並推出關愛宏福苑應急錢行動募捐嘅行動，得到廣大會員，特別係香港海員工會、建造業總工會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嘅積極捐款。此外亦都得到廣東省總工會、福建省總工會、河南省總工會、甘肅省總工會、澳門工會聯合總會、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廣州市總工會、深圳市總工會等，以及內地企業嘅捐款支持。籌得嘅善款係接近1580萬。同時，工聯會更設立特別援助熱線，由註冊社工提供情緒嘅輔導。工聯會嘅工人醫療所同埋工聯會業餘進修中心亦都分別為災民推出應急嘅服務。主席，救災刻不容緩，工聯會同樣係非常關注宏福苑居民嘅善後同埋長遠嘅居所安置問題，通過電訪、家訪、問卷，持續咁樣去關懷同埋跟進災民嘅情況。實際接觸後更加會明白每一家每一戶所處嘅環境困難都係不盡相同，所以我哋絕對認同政府從情理法出發，力求周全，善用資源，合理運用公帑。前兩日工聯會亦都係約見咗司局長，將宏福苑居民同埋前線同事所反映嘅意見將反映俾政府，都係樂見政府以開放、真誠、實事求是嘅態度嚟到一起尋求呢個更加完善嘅方案。喺於情方面，我哋希望一，尊重個體嘅意願，提供多元嘅選擇，貼心處理唔同嘅需求，真正有得揀。二，只爭朝夕，盡快公布長遠居所嘅安排方案，讓業主可以安心早日安居樂業。而由於要完成安置所有居民嘅長遠居所，需時係數年，建議政府係可以適度咁樣延長業主租金補助嘅發放期，讓業主面對經濟壓力係可以寬心。於理，工聯會係提出以下5個方案，包括原區居屋嘅優先先選方案、樓換樓方案、回購未補地價單位加有限年期嘅白居二資格方案、現金回購方案、長者住戶公屋方案。稍後工聯會嘅其他議員係會一一展開介紹。於法，工聯會係全力推動政府落實改革，尤其係有關大廈安全、打擊圍標同埋利益關聯嘅系統物性問題，並要求政府係積極咁樣去善用現有嘅制度，堵塞漏洞，以保障市民嘅安全同埋業主嘅權益，
工聯會咧亦都會全力協助政府走好改革嘅每一步，以更好嘅方式保障市民嘅利益同埋安全，避免重大嘅災難再發生。本人謹此陳辭。